各位朋友，大家好。面對最近股市大幅波動，相信唔少投資者都覺得好緊張同擔心。不如我哋一齊探討下股神巴菲特點樣喺市場動盪嘅時候保持冷靜，仲會分享佢對長線投資嘅核心智慧，教大家點樣喺亂世之中做個理智嘅贏家。今次訪問係圍繞巴菲特最新嘅股東信佢展開㗎。當時新冠疫情開始對全球經濟造成衝擊，道瓊斯指數單日大跌超過800點。正當全世界都陷入恐慌嘅時候，巴菲特再次提醒大家一個非常重要嘅觀念：買股票唔係買彩票，而係買一門生意。佢話：如果你買咗一間好嘅鋪頭或者農場，你絕對唔會因為今次嘅負面新聞或者聽到市場唔好就急住賣咗嘢。巴菲特認為，雖然每個人都可以預測未來幾日甚至幾個月嘅市場走勢，但佢好肯定咁講，20-30年後甚至30年後，美國嘅商業環境一定會更加理想。所以佢依然係一個堅定嘅持有者，仲特別點名蘋果公司，佢哋眼中都係全世界最優秀嘅企業之一。佢仲喺訪問入邊分享咗一個趣事，話自己最終都願意放低固執接受同使用嘅 iPhone。連股神都識得適應變化，放低競爭同執念。為咗令大家預約同體驗更加方便，我哋都希望不斷創新，帶俾大家更好嘅服務。為咗方便大家同埋整理佢嘅投資重點，我哋會先用 PowerPoint 精簡內容，幫大家總結訪談入邊所有重點圖表同精華，同時會播放當年訪問嘅原始錄音，俾大家可以親耳聆聽巴菲特最原汁原味嘅分享。希望呢一次嘅內容能夠俾大家帶嚟啟發，記得點讚同訂閱我嘅頻道。我哋下次再見。喺呢個時候，喂，你睇下有個畫面，市場大崩盤，所有人都嚇到半死，佢哋喺拋售手上嘅股票，但係喺呢啲時候，居然有一個人睇見到佢唔係恐懼，而係機會。呢個人係邊個？我哋今日就係要傾下呢位傳奇投資者，睇下佢點睇嘅。呢份分析可以話係喺恐懼最深處提煉出嚟嘅一套投資心法。好，我哋即刻冇睇下呢句說話，佢聽落係咪有冇反直覺？甚至有佢哋，佢話市場跌到咗血流成河，居然話係好運。我嚟，你一定同我一樣，心入邊有好多問號，究竟咩意思啊？唔使急，我哋慢慢傾清楚。要知道佢講呢句說話嘅時機係喺2020年2月一個朝早。大家應該都仲記得嗰陣啦。嗰時新冠病毒啱啱爆發，成個世界都籠罩住一種未知嘅恐懼，跟住道瓊斯期貨指數一夜之間就暴跌嘅818點，成個市場真係慘不忍睹。喺巴菲特見到呢個數字，佢有咩反應呢？就係我哋啱啱見到嗰句說話，夠型啦。所以呢，就引申到我哋今日最核心嘅問題，到底當全世界都陷入集體恐慌嘅時候，巴菲特點解可以咁冷靜，甚至可以話有啲開心呢？接落嚟嘅內容，你真係可以當佢係一本教戰手冊，等我哋一步一步咁拆解佢嘅思考方式。好，第一個關鍵原則嚟啦。巴菲特話：你只要改一個字，一個我哋每日都掛咗嘴邊嘅詞，就可以徹底改變你嘅投資行為。係咪聽落有感緣呢？到底係咩字嘅神奇？佢所講嘅買入一間企業，到底係咩意思呢？其實呢個係一種心態上嘅大轉變。你睇下佢用農場同公寓嚟做比喻，我覺得呢個比喻真係勁正。你睇下啦，假如你今日買咗間公寓嘅出租，你會唔會每日都上網查佢嘅樓價？會唔會因為今日樓價跌咗少少就急住賣咗佢？應該唔會啦，係咪先？你真正關心嘅，其實係呢間公寓可唔可以穩定咁幫你帶嚟租金收入，即係佢嘅長遠價值。你睇下，我哋咁樣對比就一清二楚啦。你睇下左邊呢個股票思維，根本就好似坐緊過山車咁，每日心情都跟住股價上上落落。
完全俾市場消息牽住嚟走。喺右邊呢個企業思維又點呢？佢就好似一個農夫，好有耐性咁灌溉自己塊田，專心睇住長遠嘅收成。所以問題嚟啦，你想做邊一種投資者？所以巴菲特自己都講過呢句說話，真係我哋第一個原則最正嘅總結。你試下同自己講，我今日買咗唔係股票，而係一間公司嘅一部分。淨係呢個念頭嘅轉變，已經會俾你一個完全唔同嘅睇法。記住啊，呢個唔只係一句口號咁簡單，佢就好似一個心理防護罩，可以幫你擋走市場上嗰啲亂七八糟嘅雜音，令你保持理性。好啦，當我哋學識用企業家嘅角度去睇咗之後，好自然就會帶到我哋第二個原則。你睇下，一個真正嘅企業家，佢哋嘅係10年、20年之後嘅未來。唔係聽日股價會點，係咪先？所以你嘅時間觀念都一定要跟住一齊調整。你睇下呢張時間軸真係幾有趣，佢話俾我哋知一樣嘢，歷史上呢啲嚇死人嘅恐慌根本就唔係第一次發生。你睇下1942年巴菲特買第一隻股票嗰陣，全世界仲打緊第二次世界大戰啊！再睇2008年金融海嘯，成個金融體系都差驅散晒。跟住就係2020年全球疫情，每一次危機當時睇落都好似世界末日咁，係咪先？但係巴菲特全部都經歷過嘅結果呢？美國嘅企業價值長遠嚟講都係一路向上，所以話連股神巴菲特自己都承認，佢都冇辦法預測股市10分鐘、10日甚至10個月之後會點。既然連佢都做唔到，我哋呢啲普通人又何必嘅時間去估呢？其實佢嘅觀點好簡單。專心做你自己，控制到佢哋。咩先係你控制到嘅？就係你打算持有呢間公司幾耐。當你將目光拉長到10年、20年甚至30年，你就會發現今日市場下跌帶嚟嘅呢啲小波動，其實根本冇咩大不了。好，跟住落嚟第3個原則，我自己覺得係今日最關鍵嘅，呢個可能都係最多人會忽略嘅。但其實佢先至係巴菲特財富可以好似雪球咁越滾越大嘅真正秘密，而且呢個秘密嘅來源都幾有趣，係嚟自一本差唔多100年前嘅書，但入邊嘅觀念度而家都仲係理解股票長期價值嘅核心。呢本書嘅作者叫做艾德格·勞倫斯·斯米斯，其實佢一開始嘅目的都幾有趣。佢本來係想寫本書嘅證明，有嘅時候買債券比買股票更加安全同埋更好。點知當佢一頭栽入去研究歷史數據之後，睇下咗一大跳，發現自己原本嘅睇法完全錯晒。咁到底係咩發現令到佢推翻咗自己原本嘅結論呢？答案就係我哋要講嘅保留盈餘。好啦，我知保留盈餘聽落有啲專業，但係其實個概念好簡單，我哋一步一步咁拆解。你想象下，你手上同時有債券同股票，佢哋俾你嘅殖利率都係4厘。首先，債券好簡單，每年就固定俾你4嘅利息，好穩定，但係只係佢。故事就完嘅，但股票就唔同啦。公司賺到嘅錢，除咗派4嘅股息俾你之外，仲會將剩低嘅利潤留喺公司入邊。重點就係呢度，呢筆留低嘅錢，公司會佢哋再投資。佢好似咩呢？就好似幫呢間公司裝咗部新嘅、更勁嘅引擎，令佢將來可以賺更多錢。呢個先至係財富複利真正嘅引擎。所以你明未啊？重點就呢度。長遠佢哋真正令你變有錢嘅，唔淨止係你袋入邊睇到嗰啲股息，更加唔係今日升聽日跌嘅股價，而係嗰筆你睇唔到，但係喺公司入邊不斷累積、不斷再投資嘅保留盈餘。呢個先至係價值增長嘅真正秘密武器。我哋啱啱講咗3個好重要嘅原則，係咪？買企業佢長線識保留盈餘，但係呢啲全部都一定要建立喺一個更加重要嘅基礎上面。而家我哋將鏡頭由市場拉翻嚟，睇下我哋自己。好，我哋總結一下啦，成個就係巴菲特面對市場恐慌時嘅思考框架。你可以將頭先嗰3個原則想象成你嘅武器同地圖，佢哋好勁，好有用。但係真正可以令你用到呢啲武器，抱得明地圖嘅係咩呢？就係你嘅情緒紀律。冇錯，就係控制自己情緒嘅能力。如果你睇呢個基礎，就算俾你全世界最好嘅武器，你都會因為驚而企喺度喐都唔喐得。你睇下呢段文字，係咪覺得勁有力量？巴菲特嘅投資生涯橫跨咗15位美國總統，期間經歷過幾多場戰爭、經濟衰退，仲有各種大大小小嘅危機。但係無論外面個世界點變，咁呢套哲學都一直冇變過，而且一直都 work。呢個就係最好嘅證明。
係咪先？證明佢嘅方法真係頂得住時間嘅考驗。最後，我想留一個問題俾大家翻去好好睇一睇。當下一次市場恐慌嚟到嘅時候，而且冇一定會諗，你會點反應？你會唔會係嗰個死盯住之後10日新聞頭條，跟住大家一齊殺入殺出嘅人？定係你會記住我哋今日講過嘅，把眼光放遠去咗未來30年企業嘅價值，穩穩陣陣嘅企喺度唔喐？其實你嘅答案就決定咗你最終嘅投資成果。如果你喺呢度畢業嗰陣，攞住一張有20個窿嘅打孔卡，每做一個財務決定就用一個窿，其實你會好過好多。你會變得好有錢，因為你會好認真咁攞清楚每一個決定。你去咗個床尾酒會，有人講起一間公司，你連佢做咩都唔知，個名都唔識讀，但佢上個禮拜賺咗嘅錢，仲有另一個人都話中意。如果嗰張卡上得20個印章，你唔會買。啲人好容易忍唔住想嘗試下，尤其喺牛市期間，股票交易太容易啦。而家比以往任何時候咧都更容易。因為你可以喺網上完成，點入去睇價格漲咗，感到興奮之後隔日再買，如此反覆，長期咁樣呢係賺唔到錢嘅。但係如果你只有一張打咗20個孔嘅打孔卡，你就唔可能再得到另一張啦。喺餘生中，你會喺做出每一個投資決定之前深思熟慮，你會做出好作品，亦會做出大作品。你一世可能都用唔埋呢20個拳頭，但你都唔需要用晒佢哋。測試100萬200萬，好。我今日係內布拉斯加嚟嘅，你哋應該都識我嘅，主要都係因為我哋美式足球隊，我哋有啲隊員戴住大大個白色頭盔，頭盔上面呢有啲紅色嘅標誌。我前幾日問咗我哋其中一個正選球員呢，代表咩意思？佢話知識。我哋都對佢哋好嚴格嘅，即係話你唔會因為係足球員就可以輕鬆過到內布拉斯加。佢哋主修農業經濟學，最後所有選手都要參加2道題嘅決賽。第一個問題就係魯麥克唐納有啲乜嘢？佢哋竟然咧將呢個獎頒俾咗我哋隊裏邊一位有潛力獲得海斯曼獎嘅球員。前幾日嘅獎杯獲得者，佢開始冒汗。最後佢精神一振，高興咁話農場教授，當然咧你肯定唔想俾一位海斯曼獎嘅候選人失利嘅，所以佢話而家佢話你已經走咗一半嘅路啦。佢話仲有最後一條問題，你點樣串化嘛？而家嗰個人真係開始冇大汗，佢望住天花板，有四圍望，最後佢面帶難色嚟講，意係好。所以今年要留意下呢個人呢，佢一定好勁啊！我真係想講下你個關心嘅，咁所以我哋陣間會做個問答環節，有幾條問題我成日都會俾問，你知啦，我成日都有人問我，咁我畢業之後應該去邊度做嘢好？我有個好簡單嘅答案啦，之後我哋可以再詳細講多嘢，但其實最重要就係開始行動嚟嘅，去一間你欣賞嘅機構或者跟一個你佩服嘅人做嘅，我意思係淨係因為份工好啲或者起薪高少少就去做嘅過渡性嘅工，其實好唔划算。我之前去過哈佛，有個好好嘅後生仔喺機場接我嘅，喺哈佛商學院嘅學生，佢同我講，佢話我喺度讀完大學之後又喺 XYZ 公司做過，而家就翻嚟讀書。佢話我覺得如果我而家去一間大型管理顧問公司做嘢，咁就可以完美咁圓滿我份履歷。我問佢，咁你係咪真係想做呢樣嘢？佢話唔係，但係咁樣份履歷就完美啦。問幾時做所愛？答以後總會嘅。我同佢講，你個計劃聽落好似係儲住嘅性生活，等老哥先用嘅。其實咁樣係咁嘅意思嘅。我同嗰班人講，你哋應該去為你最欣賞嘅人打工。我話你咁樣，你點都唔會有壞結果。你朝早起身都會好開心，做嘢都會覺得有趣。幾星期之後呢，癲打咗問我，你同學生講啲咩？佢哋全部變晒自己人士。所以你都要適當去調整下呢個建議。同我玩個小遊戲，玩一陣就好。
之後我哋就會答你哋嘅問題。我想你哋而家假裝我俾咗一個好好嘅提議俾你，我同你講，你可以睇你任何一個同學，而家大家都相識嘅一段時間，應該都幾熟噶啦。你有24個鐘頭去釐清楚，可以睇你任何一個同學之後，你可以諗到一生入息嘅10%。我想問下你，當你決定係邊個嘅時候，你腦入邊會冇啲咩？你唔可以喺個屋企最有錢嘅同學，呢個唔算數。即係話你要靠實力去諗，但其實你大概都唔會喺班入邊成績最好嗰個人啦。我意思係考到全班最高分，咁咩唔好？但呢樣嘢唔係令一個人成為大贏家嘅關鍵。同其他人比較起上嚟，睇下你會睇邊個？點解會睇低？我諗你最後會發現，你會喺某一個人，你哋全部都有能力。如果佢，你都唔會喺度，你哋全部都有活力嘅。我意思係，你哋有主動性，有智慧，全班都係嘅。但係有啲人會比其他人更加成功，而其實最終都係靠一啲特質。幾有趣嘅係，呢啲特質好多時都係自己培養出嚟嘅。我意思係，唔係咁你有幾高，唔係咁你踢足球可以踢幾遠，唔係咁你跑100碼可以跑幾快，亦都唔係咁你係唔係房入邊最靚嗰個。其實係一大堆特質，可能係源自班傑明、富蘭克林或者童軍守則之類嘅。我意思係誠信、誠實、慷慨，仲要願意做多過你自己份內嘅。咁總之就係嗰啲自我選擇出嚟嘅特質。跟住，如果你睇下另一邊，因為呢啲免費禮物同精靈笑話通常都會有抽伏，你仲要呢個先至好玩，你仲要沽空你其中一個同學，然之後要俾佢賺到咗1/10。咁你覺得班入邊邊個會做得最差？咁就梗係有。再仔細諗下，再次強調，呢個唔係成績最差嘅學生或者其他類似嘅情況，呢個人品行實在係唔掂。我嘅意思就係，我哋喺招聘員工嘅時候會考慮3件事。我哋尋找嘅係智慧，我哋尋找嘅係積極主動或者充滿活力嘅人，我哋注重誠信。如果佢哋冇後者，前兩者就會要咗你個命嘅。因為如果你請咗一個咁誠信嘅人，你都寧願你懶同埋蠢啦。我意思係，你絕對唔想佢又聰明又有活力。所以第3個特質先係重點，但呢個特質完全係你自己嚟嘅。你改變唔到你天生嘅性格，但你可以改變你點樣運用你嘅天賦。而家你培養嘅習慣，無論係正面定負面，都會影響你將來。即係話嗰啲成日啲人嘅功勞，成日偷工減料，你靠唔住嘅人，到最後呢，佢都係習慣模式。而培養正確習慣嘅最佳時機，就係你喺呢個年紀。我意思係，我而家去學打高爾夫球，其實都冇咩用。如果我哋你喺呢個年紀學高爾夫，可能而家都打得唔錯，但係佢哋有人曾經講過，習慣嘅鎖鏈輕到你感覺唔到，直到佢重到你打唔甩為止。我成日都見到呢啲情況，我見過啲人到咗50、60歲，仲有冇智慧嘅習慣模式，佢哋真係改唔到，佢哋就係俾呢啲習慣困住嘅，但咧並冇俾任何事物囚禁。所以當你寫低你想擁有嘅嗰個人嘅邊啲品質，譬如你想要擁有嘅10%嘅時候，睇呢份清單，問問自己，清單上有啲咩我做唔到嘅咩？答案係唔會有。當你諗住你唔欣賞嘅人，然之後嚟睇下佢哋你唔中意嘅特質，如果你發現自己都有啲乜嘢嘅特質，好似自大自私嘅，你都可以擺脫佢哋。我意思係呢啲唔係天生注定嘅。如果你照住佢做，好似班傑明、富蘭克林咁做過，我以前嘅老闆班格拉咸都係咁，佢哋冇咁好細個，10幾歲就開始咁做。佢哋就係佢班格拉咸望下四周圍，佢問自己：我欣賞邊個？你知啦，佢自己都想俾人欣賞。佢又問：點解我會欣賞呢啲人呢？佢話：如果我因為呢啲原因欣賞佢哋，佢如果我都用類似嘅方式做人，可能其他人都會欣賞我。於是佢決定佢自己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如果你最後能夠做到呢一點，你就會成為你想收購其10%股份嗰種人。我嘅意思就話，咁先至係最終目標。而且呢個係在座各位都能夠做到嘅嘢。講到此結束。
而家我哋嚟傾下咁，能唔能夠請你仔細地檢查並話俾我聽，你而家身上或者衣服兜裏面具體都隨身攜帶咗邊啲物品呢？擁有一個靈活嘅頭腦，你可以通過本視頻描述同置頂評論中嘅鏈接完全免費獲取。我花咗幾百個鐘頭細心咁翻查巴菲特嘅訪問同埋著作，為大家整理咗呢份清單。如果你想繼續學習點樣喺股市賺錢，好似華倫巴菲特嘅，就記住要取你嘅免費副本，因為入邊用簡單易明嘅方式總結咗巴菲特嘅投資策略。再次多謝大家支持我個頻道，你睇嘅支持對我嚟講好重要，呢個就係我少少嘅回饋。而家我哋翻返去長片啦。你可以問任何嘢，唯一唔會同你講嘅就係我哋買緊定賣緊啲咩，連我自己都唔會同自己講，即係我會寫低嘅，好似可口可樂嘅配方咁，淨係得2個人可以入信託部門揾到個資料，但我都唔知嗰2個係邊個，所以我哋唔談論我哋買賣嘅係乜嘢，其他話題均可暢談，包括隱私或者工作等內容。事實上呢，問題越難我就越感興趣，我唔冇顧及我嘅感受，我嘅意思係直接抌到我頭上就得噶啦。好啦，我諗我哋而家有麥克風啦，呢台機器得呢一個麥克風咩？係嘅。如果你想提問，請走到呢個麥克風前排隊就得噶啦。我會喺雷吉斯費爾德，你都可以。我有一種老派嘅信念，咁就係我只期望喺自己了解嘅事情上賺錢。我講嘅理解咧，並唔係指理解產品嘅功能之類嘅嘢，我指嘅係要明白呢門生意10年、20年後嘅經濟狀況大概會係點。例如話，我大致知道好似 Wrigley 口香糖咁，10年後佢嘅經濟狀況會係點。互聯網唔會改變人哋點樣咀嚼口香糖，亦都唔會改變佢哋會啲咩口香糖嘅食。如果你喺口香糖市場有大份額，又擁有 Double Mint Spearmint 同 Juicy Fruit 呢啲品牌，呢啲品牌10年後都仲會喺度。咁所以我未必可以準確講到 Wrigley 將來嘅數字會係點。但係如果我試下預測呢嘅生意，應該都唔會差得太遠。評估呢間公司呢係屬於我所講嘅能力圈入邊。我明白佢哋做緊啲咩，我明白呢門生意嘅經濟模式，我都了解呢個行業嘅競爭情況。有好多公司可能前景好好，但我唔知道邊啲係。我以前做過個分享，會帶住一本70頁密密麻麻印住個清單，上面有2000間汽車公司。如果你喺20世紀初已經預見到汽車會點樣改變美國，對你嘅仔女同孫仔女嘅生活有咩影響，咁樣汽車真係徹底改變咗美國嘅面貌。但係喺嗰2000間公司入邊，你知啦，最後咧其實得3間基本上生存到，而且好多時都做得唔係咁好。咁你點樣可以喺2000間公司入邊嚟到3間贏家呢？我意思係呢樣嘢其實唔係咁容易做，回頭佢就好似好簡單，但係向前望就真係唔容易。所以你可能對汽車行業嘅前景冇得好準，甚至你都未必估到個影響會咁大。但係如果你當時買晒所有公司，其實你都賺唔到錢，因為呢個行業本身嘅經濟特性唔容易賺錢。我成日都話，其實最容易做嘅係揾出邊個會輸。其實你喺1905年左右見到汽車會有咁大影響，最啱做嘅應該係咁樣沽空馬。1900年呢有2000萬隻馬，而家得返大約400萬隻，所以揾輸家就好容易，輸家就係馬。贏家整體嚟講係汽車，但係差唔多有2000間公司都執咗笠，有啲公司合併嘅之類。當時道指入邊呢有3間汽車公司，喺1920至30年代嘅工業股 Studebaker、Nash Caffeinator 同 Hudson Motor， 呢啲名我都好熟，可能你都聽過，但係佢哋而家都唔再做車，佢哋賺唔到錢，但係有一段時間佢哋係道指30隻成分股之一。佢哋曾經係美國商界嘅貴族，結果呢都俾人打殘晒啊！所以要揾出一間出色生意入邊贏家嘅
經濟特質，其實唔容易。喺北卡羅來納州，你知啦 ，Orville 同 Wilbur 起飛，應該係 Orville 起飛 ，Wilbur 喺度嘅。如果係我都會做 Wilbur。但係如果你當時可以預見航空業未來會點樣發展，點樣改變世界，你一定會覺得好震撼。呢件事一直令人興奮，但係如果當時 Kitty Hawk 有個資本家喺度，應該寫低 Orville， 因為呢件事對投資者嚟講只會帶嚟損失。1920至30年代，單係奧馬哈同內布拉斯加就有超過400間飛機公司，好似而家嘅矽谷咁，但係最後全部消失晒。呢行真係好慘。去到1991年尾，如果你將所有航空公司嘅總盈利加埋，雖然投咗幾十億落去，由 Wilbur 同埋 Orville 開始到而家，結果都係負數。搭飛機嘅人數咧，每年都上升。呢個行業嘅重要性每10年都大幅提升，但冇人賺到錢。所以要腦清楚經濟後果。電視，我喺美國一年賣出2000萬、2500萬部電視機，唔知實際數字。但我哋而家已經南一步喺美國製造，即係你會佢做電視機生產商咁好嘅生意，人人都要。1950年嗰陣呢，啲人有電視機，大約係1945至1950年左右。而家每個人屋企都有幾部電視機，但係美國嘅一個人真係靠做電視機賺到大錢咧，意思係佢哋全部都執咗笠 ，Magnavox 同埋 RCA 呢啲公司都冇晒。收音機好似20年代嘅電視呢，當時有500幾間公司喺度做。再講多次，我哋而家美國都冇咩收音機生產商，依家都冇美國本土嘅收音機製造商。但係可口可樂，你知啦，1884年喺積及士藥房定咗嘅地方，有個人睇到個新嘅出嚟。咁多年嚟都有好多抄襲者。但係而家你有間公司，每日喺全世界賣大約11億杯8安士嘅產品，唔淨止係可樂，仲有雪碧同其他。過咗117年都仲係咁。所以了解一門生意嘅經濟特性呢，其實同預測一個行業會唔會好唔同。所以當我睇住咗互聯網生意或者嘅科技亂局，我會覺得呢啲真係好勁嚟嘅。我自己都好中意玩電腦，買書都係喺 Amazon 買。咩都會試下，但我唔知邊個會贏，除非我知邊個會贏。如果唔係，我對投資就冇興趣，我只係會喺電腦度玩下啫。定義你自己嘅能力圈係投資入邊最重要嘅一環，唔係話你個能力圈要幾大，你唔需要對所有嘢都係專家，但係你要清楚知道你能力圈喺邊界，知道自己識咩唔識咩，並且守住喺入邊。呢個先至最緊要。創立 IBM 嘅 Tom Watson 咁佢本書度講過，佢話我唔係天才，但係我有嘅地方好靚，我就留咗嗰啲地方。呢個就係關鍵所在。所以如果我識得幾樣嘢，然後專注咗嗰個範疇，我都會做得唔錯。如果我唔理解某件事，但係因為鄰居們都傾談論佢，股票亦都上漲等等，我就對佢感到興奮。然後開始喺其他地方孖啦，最終我會賺到錢，而且我應該賺到錢。而家我哋去呢邊睇啊。你好，先生，巴菲特，我有2個簡短嘅問題。第一個問題係點樣發現一家公司嘅內在價值？內在價值係指，如果你哋都知道未來發生乜嘢，咁呢個數字係幾多？而且我預測一間生意由而家到將來可以俾你幾多現金，從而家到未來。將所有現金按貼現率折現，即係企業嘅內在價值。所以投資嘅唯一目的呢，就係希望將來能夠賺返更多錢。投資其實就係咁解。喺股票或債券嘅時候，尤其美債好易知回報。債券清楚寫明派息時間同埋幾時收返本金，所以計咗隻債券呢個價值好容易。如果利率改變，價值聽日都可以變。但係現金流已經印咗喺債券上邊，股票證書上邊咧就睇印現金流。分析師嘅工作就係要將嗰張股票證書代表住你喺間公司入邊嘅權益變成一張債券，然後話俾你聽，我估計未來會派幾多錢出嚟。當我哋買新機器俾 Shaw 嘅做地氈，其實我哋都係佢嘅，呢
呢啲你睇個商學院都學過，但係對一間大公司嚟講都一樣。如果你今日買可口可樂呢，間公司喺市場上大約賣緊1100億到1500億美金。問題係，如果你真係有1100億或者1500億美金，你就唔會坐喺度聽我講嘅，反而係我會聽你講噶啦，順帶一提。但問題就係，你會唔會真係願意俾呢筆錢出嚟？今日就為咗將來可口可樂公司會帶俾你嘅回報。喺未來200-300年之內，其實當你計得越耐呢，貼現率影響都唔會太大。而家重點就係佢哋會俾幾多現金你，重點唔係有幾多分析師會推薦，唔係股票成交量有幾大，亦都唔係個圖表點樣，佢都唔關事。最緊要就係佢會帶俾你幾多現金，呢個先至係唯一嘅原因。你買農場都係咁，買公寓、買屋，甚至任何嘅金融資產都一樣，擺咗石油嘅地下都係。依家俾錢出去就係為咗將來攞翻更多現金。問題就係你將會攞到幾多、幾時嚟到，同埋你有幾大把握嚟到。當我計算一間生意嘅內在價值，無論我哋買晒成間公司，定係只係買一小部分，我都會當自己係買晒成間公司嚟去攞，因為我就係用呢個方法去諗嘅。我會喺呢間生意將來可以帶嚟咩回報啦？幾時會有？當然最理想就係佢哋可以用賺翻呢個錢再去賺更高回報，佢就最好啦。即係話 Berkshire 從來都冇派過任何嘢俾股東，但係隨住我哋擁有嘅生意價值提升，我哋有能力派出嘅金額都會增加。我哋可以喺公司內部複利增長，但係真正嘅問題係 Berkshire 而家市值大約1050億美金，我哋可以派到幾多錢出嚟？如果你而家用1050億去買晒成間公司，我哋可唔可以派到足夠現金俾你？派現金嘅速度夠唔夠快，令你喺依家嘅利率環境下覺得而家用呢筆錢去買係合理？其實問題就係咁簡單。如果你答唔到呢個問題，你就唔應該買呢隻股票。你可以當賭博嚟買，或者你鄰居都可以買。但如果你唔答呢個問題，而我又答唔到，例如對於互聯網公司，其實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公司。我對好多公司都答唔到呢個問題，所以我就乾脆唔理嗰啲公司。咁你就會用一啲公式去揾某啲公司嘅內在價值，即係你有一套數學系統去計算，就係計未來現金流嘅現值。係啊。第二個簡短問題係點解你哋冇做？點解你唔將你嘅公式或者策略寫低，然後同大家分享？其實我真係寫過呢啲。如果你喺近年年報最新嗰份，我就用咗啱啱講嘅方法，仲冇咗伊索寓言做例子，因為伊索喺公元前600年就已經存在，佢真係好聰明嘅。不過佢又唔聰明到知道自己係公元前600年，即係呢個都要有啲前瞻性先得。但係伊索你知啦，佢哋寫烏龜同兔仔同其他故事之間都揾到時間寫下咗關於雀仔嚟嘅。佢話一隻嘅手嘅雀仔好過兩隻喺樹叢入邊。不過其實呢句都未算完整，因為重點係你有幾肯定樹叢入邊真係有兩隻雀，同埋你要等幾耐先睇到出嚟。咁大家都知嘅。不過佢嘅時間呢，因為仲有咁多其他煙語要寫，唯有快啲搞掂佢。但係佢公元前600年，佢已經行咗半路。投資其實就係咁簡單，重點就係樹叢入邊有幾多隻雀，你幾時睇得出嚟？仲有你有幾大把握？如果利息係大約15%，咁你就要喺5年內嘅樹叢嚟到兩隻雀，先至等於你手上嗰隻雀嘅價值。但係如果利息係3%，而你可以喺20年內嚟到兩隻雀，其實放棄手上嗰隻雀都仲係有道理嘅，因為最終都係要用利率咁折現翻。問題係好多時你唔知樹叢入邊有幾多隻雀，好似互聯網公司咁，根本樹叢入邊一隻雀都冇。但係如果你手上有隻雀，佢哋都會照收你嗰隻。但係事實並非如此。但係我確實寫過呢類文章，並且大量借鑑咗埃索普，大約2600年前佢寫過呢類文章嘅觀點，但我一路冇乜點。係㗎。你話咗，我知道你以成功而聞名，但係我好好奇你嘅人生中是否有一啲特別嘅時刻，或者你曾經犯過嘅，俾你印象特別深刻嘅錯誤或者失敗？
你從中吸取咗咩教訓，同埋你係咪對呢度嘅學生有咩具體嘅建議，令人沮喪嘅情況？係啊，其實我犯過好多錯誤，最大嘅錯誤唔一定係最大，但係買入 Berkshire Hathaway 本身就係個錯誤，因為 Berkshire 本來係一間好差嘅紡織公司，而我當時買得好平。我係 Ben Graham 教落，要用量化方法去買嘢，揾咗平啲佢哋買呢個就係我學到嘅嘢。即係話大約係1949或者1950年呢件事對我影響好大，所以我周圍揾咗我叫做雪茄屁股冇股票。所謂用雪茄屁股方法咧去買股票，就好似你行街時周圍揾咗雪茄屁股咁，你哋街度揾到一支好核突、冚碌碌、樣衰嘅雪茄，剩翻最後一啖，但你都會執起嘅，吸埋最後一啖。雖然好核突，你吸完就掉咗嘅，但係免費嘅，佢好平。然後你再揾一支受潮且只能夠抽一啖嘅煙，我多年嚟都咁，呢個係個錯誤啊！雖然做呢樣嘢可以賺錢，但係賺唔到大錢，咁就咧要容易得多。收購優秀嘅企業，我寧願以合理價買好公司，而非低價買平庸公司。但係嗰陣時我買嘅都係平嘅股票，巴克希爾股價低於每股營運資本啊，億萬冇使錢，機器都係免費嘅，你仲折價購入咗庫存同埋應收，佢好平，所以我買咗。20年後，我嘅生意依然慘淡，嗰啲錢都冇增值。你真係想從事一家優秀嘅企業，因為時間係優秀企業嘅朋友，你不斷複利增長，生意越做越大，你賺嘅錢都越嚟越多。時間係爛生嘢定，其實我可以賣嘅巴克希爾，甚至清盤賺一筆快錢，好似一口煙嘅。但係繼續留喺佢哋嘅生意入邊係一個大錯啊！所以你可以話我哋呢個錯誤中學到嘅。如果我當時選擇，我會好得多。我哋巴克希爾做嘅就係不斷買入更好嘅生意。我開始啲保險生意。Sears 糖果、Buffalo 咩都有嘅。如果我用一間全新細公司嚟做咧，佢會好過用巴克希爾做平台。不過我哋玩得好開心，人生所有嘢最後都變好啦。我冇乜好投訴，但係咁做幾蠢。我買咗美航，喺89年買咗優先股，我支票一過數，公司就開始蝕錢，之後都冇翻身過。即係話真係好蠢。而家我有個800熱線。每次睇住買航空股就會打去，我幾點都可以打，凌晨3點都得。我打去就話，我叫 Warren， 我係航空股上癮者。你知咧，我又睇住買呢啲嘢，佢哋就會勸我唔好買。有時要傾成幾個鐘，但係真係值得，相信我。如果你一日睇住買航空股打俾我，我俾你嗰個800熱線，因為你真係唔想咁做。不過咧，最後我哋算係好彩收場，但係真係一個好蠢嘅決定，全部都係我哋錯。我都試過做過最大嘅錯誤。講到機會成本，最後嘅損失，我大約20歲嗰陣，同一個國民警衛隊嘅朋友一齊買咗半間 Sinclair 油站嘅股份。嗰陣我大約有1萬蚊，我擺咗2000蚊落去，結果全部輸晒，就係嘅。嗰陣係我全部資產嘅20%，即係話而家計機會成本，嗰間油站而家值60億美金，真係付出咗一個天價，就為咗可以抹下啲窗、抹下啲擋風玻璃之類嘅嘢。所以其實當 Berkshire 股價跌嘅時候，我反而開心，因為咁樣我嗰個錯誤嘅機會成本都會減少咗。但係到目前為止呢，我犯過最大嘅錯誤，唔係話我哋犯，而係我自己犯。最大嘅錯誤其實係疏忽而非瀆職。我嘅意思咧，嗰啲嘢我都識，都喺我嘅能力範圍之內。而我當時咧仲懵懂無知，而呢個先至係真正傷人嘅。佢哋根本唔露面。例如我大約20年前吮吸拇指嘅習慣，可能俾巴克希爾造成咗至少50億美元嘅損失。當房利美遇到一啲困難嘅時候，我哋幾乎可以花好少嘅錢就收購咗成個公司。如果係微軟，我就唔會為此擔心，因為我根本唔識。微軟唔喺我哋能力圈入邊，
所以我冇理由覺得自己應該可以喺微軟、可可豆或者其他嘢賺錢。但係我對房利美係有足夠認識，結果我搞砸嘅。而呢啲嘅傳統會計入邊係完全睇唔到嘅。但係我知道呢個代價有幾大，我知你都知，我錯過咗呢啲就係最大嘅錯誤。我試過好多次咁樣，除非我哋年報度同你講。雖然有時我都會忍唔住唔講，否則你係唔會知，因為傳統會計係完全反映唔到呢啲嘅。但係錯過機會嘅損失，遠遠大過做錯決定嘅損失。人生入邊嘅大機會一定要把握住。我哋唔會做太多嘢，但係當有啱有大嘅機會睇到，我哋就一定要捉緊佢。做細規模其實同完全唔做差唔多，都係一個大錯誤。即係話你真係要把握住嘅機會，一出現就要捉緊嘅，因為你唔會有500個咁好嘅機會等你嘅。其實你畢業嗰陣呢，如果有人俾你一張有20個窿嘅打孔卡，可能仲好。每次你做一個重大財務決定呢，就用咗一個窿，咁你一定會變得好有錢，因為你每次都會睇得好清楚先做決定。即係話你去呢個籌尾酒會，有人講起一間公司，佢連公司做乜都唔知。甚至連名都唔會讀，但佢上個禮拜賺咗錢，仲有間類似嘅公司，若你卡上得20個孔，絕唔會買呢啲。特別係牛市嘅時候呢，好多人都會忍唔住想試下炒股票。而家仲容易過以前啊，因為你可以上網就做到啦。可能你見到個股價升咗啲，你就好興奮。第二日你又買多隻，如此類推。但係你長遠咁樣做係賺唔到錢嘅。但係如果你張卡得20個窿呢，仲唔會有多一張。你餘下嘅人生入邊，每次投資決定你都會睇好耐，咁你就會做啱嘅決定，仲會落大注。你一世呢，可能都用唔埋呢20個拳頭，但係你都唔需要用晒佢哋。係嘅，先生，巴菲特朝早好。傾到犯錯同埋失誤，能唔能夠傾下你個銷售紀律？當你身處某個位置，感覺情況不妙，決定放棄嘅時候，標準又係乜嘢？啱啱開始時，銷情同而家唔同，因為我起步嗰陣睇法多過錢，我會翻遍穆迪手冊，我反覆翻閱每一頁呢嚟到發掘嘅股票，其中有啲我熟悉嘅市盈率近大約2倍甚至1倍呢。但係當你淨係得1萬蚊嘅時候，其實都幾令人泄氣。如果你好似我哋唔中意借錢，導致投資機會多過錢，我就要賣嘅最唔睇好嗰啲，去買入覺得好吸引嘅新嘅。又好長一段時間，我都係咁樣操作。而家我哋嘅問題就係錢多過注意。如果你睇下我哋嘅年報，喺我哋嘅網頁 BerkshireHathaway.com 都有，你會見到後邊有一部分叫做 Berkshire 嘅經濟原則。你會見到佢哋呢啲原則係我想同我哋拍檔講清楚嘅。佢哋就係我嘅拍檔，我唔係當佢哋係股東嚟嘅，我當佢哋係拍檔，而且佢哋會一世都係我哋拍檔，所以我想同佢哋講下我點睇嘅。如果佢哋唔同意我嘅諗法都冇問題，但我唔想佢哋對我失望，所以我哋都講明，對於我哋全資擁有嘅生意，無論人哋出幾多錢，我哋都絕對唔會賣。就算有人出3倍價錢嘅買 See's Candy、The Buffalo News 或者 Borsheim，無論係邊一間，我哋都係唔會賣。我用呢個做法可能係錯嘅，但如果我擁有100%嘅 Berkshire， 我知道我唔會錯，因為呢個就係我想過嘅生活方式。我已經有晒我可能需要嘅所有錢，呢啲只係會改變我死後報紙上面寫我哋 Exif 同埋基金會有幾多錢啫。如果因為有人揮住張大支票嘅，我就要同佢我中意嘅人，同埋佢因為覺得呢度係永久歸宿而加入我哋人斷絕關係，咁樣做就好似賣嘢咁嘅樣，就好似因為有人揮住張大支票，我就賣咗我其中一個仔女嘅，所以我唔會咁做嘅咧。我都想同我哋拍檔講清楚，我唔會咁做，咁佢哋嘅就唔會對我失望。而家對住某啲股票，我哋越嚟越係用呢種態度。如果我哋長期缺錢，而又有好多機會臨緊，可能我哋會有啲唔同嘅做法，但我哋傾向唔賣嘅，除非我哋真係好唔開心，可能咧係對管理層失望，或者覺得間公司嘅經濟特質有重大改變，即係呢啲情況都會發生嘅。但我哋唔會淨係因為個價睇落去太高就賣出，大機會都唔會咁做。即係你唔可以話100%一定唔會，但
呢個就係原則，我哋就係跟住呢個原則去做嘅。而家我哋每年產生緊50億現金，最少都係咁，即係話每個星期都有1億美金。你知啦，我哋喺度傾咗半個鐘，我咩都未做過，所以你知啦，真正嘅問題係點樣可以聰明啲用好嘅錢。如果我哋賣嘅話，現金流就會更加多，所以有一日可能會有改變。但我哋想要，我有冇拍檔啊、股東啊、伙伴會問啊？如果你可以用3倍價錢賣嘅 See's Candy， 點解唔買？所以我諗確保佢哋入咗之前要搞清楚，佢哋知道我哋呢方面點睇嘅，即係話佢哋有權知道呢啲嘅。你真係要諗一啲，如果你打算結婚，而你想段婚姻可以長久落去，唔一定係最開心嗰種婚姻，唔係話要 Martha Stewart 都會講嗰啲，但係你想要一段可以長久嘅婚姻，你會喺配偶身上揾咩特質，一種品質？你在尋找人才咩？你中意幽默咩？你睇重人品咩？你追求美咩？你追求嘅係低期望值，咁先至係能夠長久嘅婚姻。兩人期望值都好低。我嘅意思就係話，我希望我嘅合作伙伴們唔好抱有過高嘅期望，因為我希望婚姻能夠長久。佢哋加入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呢，就相當於一場財務聯姻。我唔想俾佢哋覺得我會做我唔會做嘅嘢，所以咁就呢個係我哋嘅指導原則。所有嘅建議都係免費嘅，奇蹟般嘅建議，其他一切都好。下一個，朝早，先生，巴菲特，我有一個關於投資金額評估嘅問題。近年嚟，利用避稅公司進行避稅嘅情況咧，似乎越嚟越多。好似 UPS 等知名公司亦都捲入咗同美國國稅局就避稅問題進行嘅法庭訴訟。我哋知道呢啲交易大多係人為嘅，但其中卻有利可圖。從投資者嘅角度嚟睇，你認為投資者及其投資嘅公司參與呢啲庇護所係咪對佢哋有利？如果情況屬實呢，你認為喺報表中披露呢啲交易，即係喺報表附註中披露，係咪有幫助？我唔確定聽懂啦，喬治你呢？我再講一遍。如果你認為你投資嘅公司或者任何人嘅投資，如果涉及避稅天堂，而避稅天堂從某種意義上嚟講，避稅天堂正確嘅，我從來冇用過。不，我唔係咁講，我係問，如果你知道一間公司參與佢哋短期有利嘅活動，你會點睇？對投資者有幫助咩？其實有啲完全合法嘅方法可以避稅，即係我哋以前做過，依家都仲有做，而且我哋係最早一批參與低收入房屋稅務抵免嘅公司。喺事實上，我同總統布殊總統咧都傾過呢個問題，呢樣對我哋都有少少好處。對 Berkshire 嚟講，呢個唔係咩大事嘅。咁 Berkshire 整體價值入邊只係小意思。但呢個係國會訂立嘅稅務優惠，我唔會話佢完全係避稅。呢個係國會決定願意俾企業嘅稅務優惠，因為佢哋覺得咁樣係最有效推動低收入房屋嘅方法。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有參與其中，但係對我哋嚟講咧，呢個唔算係一個好大嘅因素。呢樣本身嘅問題，但係講到逃稅就唔同啦。到時佢哋應該要坐監。但係有冇生意？例如有啲保險公司會喺百慕達重新註冊，咁樣可以睇好多稅。你要符合其他某啲條件，而我哋就唔想去符合嗰啲條件。但係如果我哋願意去符合嗰啲條件，其實搬去百慕達都冇犯法或者唔道德嘅問題。我哋唔會咁做嘅。但係如果冇呢啲限制，我嘅意思就係稅法就係規則手冊，你就得遵守規則手冊。我認為有啲人為咗轉規則嘅空子，所做嘅啲嘢非常接近欺詐，有時甚至越過咗欺詐嘅界限。當佢哋咁樣做嘅時候，我認為應該對佢哋進行起訴。但呢個又係另一回事。順帶一提，喺過去5年呢方面嘅推動，
比我以前經歷嘅時候多嘅。我覺得而家呢1-2年已經少咗，但係幾年前呢，有啲審計公司做咗好進取嘅推廣，甚至有啲仲會睇到利潤分成，按賺到嘅錢分俾審計師。我認為呢啲嘢變得相當可疑，尤其是當佢哋四處尋求法律意見嘅時候，你知道咁樣，如果你做呢啲嘢被捉住咗，你就可以話，我係依賴呢份法律意見，因此我唔應該坐監，而應該補錯拖欠嘅稅款。咁所以我唔知我哋參與嘅任何事情做過咁嘅嘢，但係好顯然啊，如果佢哋做得太過分，我哋唔想參與其中。係嘅，我好好奇，你哋而家擁有咁龐大嘅人口同巨額財富，你點樣看待當前嘅慈善事業狀況？我呢週唔喺度，實際上我要去參加可口可樂公司嘅會議，我要去西雅圖見聯勸成員，嗰度嘅聯勸人均籌款全美最高，比爾蓋茨亦都會喺我哋會一齊發言。佢媽媽以前嘅聯合勸募協會好活躍，但係比爾每年會捐出超過10億美金，之後呢仲會捐更多，但係而家已經係10億，真係幾有趣。佢做嘢好理性，好有根據。我估佢揾啲人幫手，佢係醫療首席顧問，曾任亞特蘭大 CDC 研究員，比爾每月嘅15本相關書籍，佢能完全吸收知識，我學唔到咁快。但佢就話呢，佢用10億美金一年，想盡量救多啲人命，呢個就係佢嘅目標。對佢基金會嚟講呢，呢個指標就好似企業計算資本回報率一樣好重要。佢話我每年會用10億美金，佢用呢啲錢可以救到幾多條人命呢？所以佢而家好專注做疫苗同埋非洲嘅艾滋病等等，成件事好理性。我自己覺得我99%以上嘅身家，等到我同我老婆都走咗之後，都會捐晒去基金會，即係話呢，全部都會捐去基金會。對於我嚟講，我係由社會攞翻佢哋，佢都應該回攞翻社會。我已經寫咗封信俾我哋嘅受託人，其實我覺得好少受託人啫。我覺得如果你有一大堆受託人嘅話呢，佢哋會將自己同化到最低嗰個共識，因為你揾30個人入房，全部都係有頭有面嘅人，但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母校，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醫院，咁就會變成一個大嘅利益交換遊戲，好似國會咁。我覺得好少人，而且我哋俾咗佢哋咩特定指示，因為我同佢哋講，佢哋喺地面上嘅判斷一定好過我死咗之後留低嘅指示。我唔想睇嘅，但係事實就係咁，所以我同佢哋講，聽住。社會上邊有冇機構係冇實際嘅資金來源，或者根本就難搞到爆，極難解決。所以我同佢哋講，我唔會。如果佢哋喺一啲極之重要嘅難題上花咗大錢，最後失敗咗，因為佢哋係挑戰緊嘅硬骨頭，我絕對唔會嘅陰間纏住佢嘅。我賣生意嘅時候係賣咗易搞嘅生意。但係社會上啲大問題之所以咁大，就係因為真係難搞到爆，要解決，咁所以佢哋係揮棒打嘅籃球。我做生意就係揮咁易打個婆，但我睇得佢只可以揮咁籃球。但係我同佢哋講，我想佢哋試下去做。如果冇乜失敗咗，我一啲都唔介意。我同佢哋講，如果周圍各捐100萬，佢哋夜晚都攞唔住，因為我會每晚翻嚟纏住佢哋。我唔想佢哋做慈善好似滴眼水咁，而係要用自己嘅判斷力去睇下佢嘅自然資金來源嘅重要問題。你知啦，如果政府會資助佢就冇問題，你知啦。咁我意思係佢哋應該資助嘅重要問題，但如果政府做嘅，我哋就唔使做。我覺得私人慈善嘅角色就係資助佢哋自然支持者嘅項目，而標呢就係做緊呢啲嘅。你唔會揾到一大班人可以靠感情呼籲去令全世界幾千萬個小朋友有疫苗打，呢一類咁嘅係完全唔會觸動到人心嘅。你又唔可以用佢哋個名嚟改大下名。我意思係呢啲唔係嗰啲你可以靠感情去攞錢嘅項目。其實靠感情去攞錢都冇問題嘅，但係呢個問題唔會因為有啲回應感情嘅資助者而解決到。但係標就係
回應緊嘅心目中最重要嘅事呢，就係拯救生命。佢根本唔在乎自己個名會唔會出現喺大廈上，定係有啲咩特別嘅發生，甚至有啲人知都好。我意思係佢只係因為佢做嘅規模太大，先至有咁多曝光，但其實佢根本唔介意。我可以同你保證，所以我嘅理念就係我有呢筆錢，唔係因為我係一個特別咁嘅人，亦唔係因為我為社會做得比其他人多。我啱啱好係咁樣嘅性格，喺呢個時候攞到美國。我意思係呢度係一個好大嘅資本主義社會，而我天生就係咁，唔係我有咩功勞，只係我出世就係咁嚇。所以我喺資產分配方面呢，比其他人哋嘅某程度上係咁，就好似其他人喺其他方面都會有自己嘅地方一樣。我之前嘅 Sun Valley 同兩位老師一齊，佢哋為社會做嘅嘢比我多，但呢個市場制度對佢哋完全冇幫助。但係市場制度呢，就為我帶到好多好處。蓋茨話如果我5000年前出世，你知啦，我早就俾啲動物食嘅，因為我跑得唔快，又唔識爬樹，即係你知啦。如果有動物追我，我都只可以話你睇下我點樣分配資產啦。其實都冇咩分別，所以我而家喺度，你明啦。我而家出世真係好好彩。我1930年出世嗰陣呢，其實我哋美國出世嘅機會率呢係1/50，機率好低，幾乎冇希望。但我咁啱調到呢度，如果調到秘魯或中國，我意思係就冇機會啦。所以其實係社會成就嘅你，我覺得呢，應該要回睇翻社會呢。如果你好彩生咗一個你嘅天賦可以大派用場嘅社會，佢哋嘅其實都只係運氣啫。你知啦，走運啲咩問題嘅，我都唔會因為佢而覺得內疚或者點咁，但係我都唔覺得佢哋，我覺得我做緊啲嘢好開心。不過冇錢應該要回嚟翻社會，而且應該盡量用最聰明嘅方法回饋。最聰明嘅方法就係揾咗高質素、有智慧嘅人去做呢件事。佢適當時候由佢哋去管理，你都唔會知10年、20年、30年之後會有咩問題出現。但我知道，如果我有一小撮高質素、聰明嘅人，而高質素更加重要。如果你比我多20分 IQ， 但係質素差咗少少，我都唔會要，因為佢哋一定要諗嘅。有好多機會能夠以細微瑣碎嘅方式行事，人好容易受私利影響，而非以機構為重。所以我需要極高素質嘅人，而我而家已經擁有咗佢哋。我認為呢筆錢或許能發揮好大作用，即便冇，佢亦都會喺某啲領域產生不可或缺嘅影響。係嘅，我真係諗咗。最近嘅股市繁榮與蕭條，譬如20世紀20年代嘅股市繁榮與蕭條有好多不同之處，但係亦都有好多相似之處。而呢啲咁嘅相似之處呢，俾人得出結論呢，股票價格將會持續低迷㗎。將來一段時間，你對呢個結論有咩唔同意同同意嘅地方？其實成個世紀都幾有趣。如果你睇翻20世紀，對美國嚟講呢個世紀真係難以置信。人均 GDP 咁樣嘅就啱，係以人均計算。有時佢哋會講我哋嘅 GDP 同歐洲比，但係如果冇個人口每年都一樣，而我哋每年升一個百分比，你都要明白，最終你要有個分母同分子一齊計。所以美國20世紀嘅人均 GDP 升咗610%，其實呢，質量上嚟講，升幅仲遠遠超過咁多啦。因為有啲事情，譬如醫學或者其他領域嘅某啲方面同埋進步，你冇辦法真正用量化嘅方式嚟衡量。每個10年都喺度上漲，包括上世紀30年代。咁所以呢，喺100年嘅時間裏邊呢，基本上美國呢，公民嘅生活水平逐年提高。30年代上漲咗13百分，最好嘅10年係二戰時期1940年代呢，增長咗36%，最糟糕嘅10年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咁所以你明白，有時候類比可能會惹麻煩，但係無論如何，嗰係一段非常重要嘅時期。咁就有趣嘅係，股市喺呢期間呢，經歷咗6個大幅波動嘅時期，歷史上出現咗3次大牛市呢，由
1900年到1921年，道指由66升到71，20年都唔夠1/10嘅升幅，每年都唔夠半個%㗎啦。你都有收息，但都係得半個%到啦，所以基本上冇咁喐過。由21年到29年，好似你講嘅，佢就由71升到1929年9月最高位381，上漲咗500%。好顯然喺呢個期間呢，國家嘅福祉並冇提高500%。喺最初嘅21年裏邊呢，國民福祉嘅提升幅度呢，遠遠超過咗10%嘅。呢個導致咗極不均衡嘅局面。29年9月到48年底，道指從381點跌至大約180點，佢被切成咗兩半。咁但係漫長嘅18年啊！但係呢，喺成個時期內，人均 GDP 都一直上升，所以經濟其實運作得幾好。喺由48年到65年呢，道指又由大約180點呢升到接近1000點，又係5倍回報，遠遠跑贏其他。由65年到81年呢，道指呢真係跌咗落去，有咁多次人均 GDP， 跟住到最近呢段時間呢，道指升得勁誇張。如果你睇成個100年，飆升到180倍，每1000蚊變咗18萬蚊。但係43年零3個月係3個大牛市，而56年零3個月就係停咗期，全部都係一個經濟表現唔錯、年年都好嘅情況下發生。56年零3個月淨係計道指淨係跌咗幾百點，而另外43年零3個月就補翻晒其他升幅，將道指由66升到去11000幾。你會問自己，點解個國家可以越做越好，每一代人都過得比上一代好，但係你又會見到咁大嘅變化，有時大升幾次，又有長時間停咗，20年咁耐都冇咁喐過，真係好耐。答案就係投資者都好人性化，佢哋會好興奮嘅。喺牛市期間，佢哋會回望過去，話自己上年賺咗錢，今年應該賺多啲，所以今次我會借錢入市。又或者鄰居會話上年我哋入市，結果隔離嘅傻仔賺咗好多錢，所以今年我都要入場。所以佢哋成日都係望住後鏡回顧過去。當佢哋見到過去幾年呢賺咗好多錢，佢哋就會一窩蜂咁衝入去推高個價，越推越高。但當佢哋回望過去，發現佢哋錢賺，佢哋就會話呢度真係冇乜搞頭。所以佢哋根本唔理背後嘅生意實際發生咩事。呢樣嘢好誇張，但係其實帶嚟一個好大嘅機會，真係一個好大嘅機會。即係話我以投資者身份，大約經歷咗成個時期嘅一半。我經歷過一段好長嘅停嘅期，由65年到82年，足足17年。1979年我仲幫 Forbes 寫過一篇文章，我就係問點解會咁嘅。1970年嘅退休基金將100幾十個%嘅新資金都擺晒落股票，因為佢哋對股票好瘋狂。之後股票平咗好多，但係到78年，佢哋只將創新低嘅9%新資金擺落去，行為真係好怪，就係佢哋嘅反應。因為佢哋都係人，見到人嘅興奮就一齊興奮，人哋貪心就一齊貪心，人哋驚就一齊驚。呢啲情況會一直發生落去。你睇你一生人同證券市場入邊會見到佢你完全唔信嘅事。國家長遠嚟講會發展得好好，但你都會見到佢好大嘅浪潮。如果你可以喺呢啲情況下保持客觀，如果你性格上可以同大眾抽離，你會變得好有錢，而且你唔需要特別聰明嘅。我意思係，我相信你都好聰明啦，但係呢，其實唔需要靠腦筋啊，最緊要係性格。你要有能力坐定定，好似我1950年啱啱開始嘅時候，我會逐樣去揾佢哋出嚟嘅，收益嘅2倍，而且佢哋都係相當唔錯嘅企業。啲人都想喺呢啲公司工作，大家都知道佢哋會一路存在落去，而且啲人唔會以2倍嘅收益收購佢哋。當時利率係2.5%，你知道我去咗，我21歲就開始賣證券啦。而一家堪薩斯城嘅人壽保險公司咧，就恰好喺奧馬哈一家相當知名嘅公司啦。如果你向佢哋買人壽保險，
佢哋賣俾你嘅保單入邊已經假設具有2%利息。堪薩斯城人壽嘅股票當時賣緊唔夠3倍收益。如果你買嗰啲隻股票，你有300% 回報，公司嘅穩健性呢，絕對冇問題。我去喺當地代理嗰度，我心淡，咁我應該可以賣幾股股票俾佢啦。即係話佢成世都投咗入呢間公司。我去揾佢嗰個做咗20年嘅當地代理，佢叫 Moose。我話先生，冇事先生，我話多謝你，你賣緊嘅有2%利息嘅保單，甚至你自己屋企人都可能有啲買嘅。而家你仲可以入股呢間公司，你每個月都靠佢出糧，而你賣緊嘅人壽保單受益人嘅未來都靠呢間公司。你頭2個巴仙，但有35%回報。我話股票都冇咁用，我賣唔到其他嘢。你知啦，我係個差嘅銷售員，你要由呢度諗起。但係呢件事真係令我大開眼界。有時我真係懷疑自己係咪咁嘅，你明啦？但係冇情況都係一樣發生嘅，即係話1964年道指收市係864點，去到1981年尾17年之後，佢收市都係865點。17年入邊只係喐咗1點，其實咧呢個變動真係唔大。你真係唔會相信嗰段時間啲人有幾咁灰心，但係你知啦，大家生活其實都好嘅，所以有啲唔合理嘅情況可以維持好耐，但係佢哋終有一日都會完結。即係講緊互聯網嗰啲事，你睇下有啲公司賣幾十億美金，但係其實基本上佢哋可能賺錢，呢啲就係泡沫。Epstein 有一次講過，任何唔可以永遠持續落去嘅嘢，最終都會結束。呢個聽落都記，但係睇下呢句，特別係下次你想做啲咩嘅時候要記住，淨係因為隻股票升咗好多，你鄰居又賺咗錢咁樣，你都要，你真係要坐低客觀咁睇下，問下自己，我會唔會賣晒成間公司？假設咧一家互聯網公司有1億股，每股100蚊，市值100億美金，真值100億咩？若真值咁多，出年就得賺到700億美金度。如果下年賺唔到700億，佢再下年就要賺多1成，之後都要繼續賺落去。其實佢幾多生意可以做到嘅？啲人會變得癲。當然咧，咁啲人好得意噶啦，就好似佢哋立個牌子喺證券公司裏邊，與其贖罪，不如保持醉酒。你知道我嘅意思就話，繼續玩落去真係好有趣，但要諗取得好結果，就必須做明智嘅事情。係啊，下一個。當時有3個人企喺度，先從嗰3個人開始。好，早晨先生。你好。你好，我想問下你對聯邦儲備局最近採取嘅行動有咩睇法？你覺得佢哋做得夠唔夠去刺激經濟？係啊，其實我一直都幾欣賞 Alan Greenspan， 我識咗好耐啦。我哋以前咧一齊嚟 Cap Cities 做過董事。Alan 真係一個非常非常聰明嘅人，我覺得佢完全係為咗美國同美國人民嘅利益去做嘅。所以你有冇喺度真係揾唔到比佢更好嘅人選？佢可能面對嘅問題就係，因為佢任內啱啱遇上咗呢個勁勁嘅牛市，雖然佢自己唔會咁攻，但係因為聯儲局本身嘅重要，好多人都會將呢個牛市同佢拉埋一齊，大家可能會將呢啲成就歸功於佢，所以如果之後有咩唔好嘅情況發生，佢都可能會俾人鬧。但我覺得佢嘅政策不嬲都做得幾好。但你要明白，講到聯儲局有一樣嘢要記住，其實佢喺外界想象中嘅大權力，佢踩剎車比踩油門仲勁。當聯儲局想踩剎車，我哋成個人都會飛出擋風玻璃嘅。即係你知啦，經濟方面佢哋真係可以踩剎車。波夫卡就做過，佢就咁樣壓低啲通脹。但係講真，佢喺1980年左右嗰陣踩剎車，真係好多人唔中意嘅。佢為咗呢件事俾人鬧到飛起，但其實佢做係啱嘅，而且佢真係做到，佢一個人搞掂晒。而且當時因為通脹勢頭太勁，呢個係唯一嘅方法，亦都係當時最需要做嘅事，極唔受歡迎。對於 Greenspan 嚟講咧，要踩剎車就難好多，因為啲人想佢哋做，加上佢又冇高調，但佢就選擇慢慢睇剎車。
但係如果踩油門，未必會有同樣效果，可能會有啲幫助嘅。但其實仲有千千萬萬其他因素影響緊，好似你喺日本見到佢，即使利率跌到0，都刺激唔到經濟。唔係話日本人睇過我哋睇過嘅經濟學書，即係佢哋有冇 Keynes，仲有其他經濟學家，佢哋成套理論都諗過。所以我哋唔係比佢哋聰明，我哋都冇啲咩秘密，佢哋都冇，但佢哋都唔知點樣令自己經濟起動。你知啦，佢哋嘅 GDP 過去5年都冇乜增長，問題仲係度。所以話寬鬆貨幣唔係咩都解決到，但係 Greenspan 好有可能會俾人鬧話佢解決唔到所有問題。其實根本唔係佢能力範圍內可以搞掂，佢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幫手，但係我覺得你揾唔到比佢更好嘅人，我都認為佢做得啱。去到而家為止做啱嘅，佢未必真係好似大家期望咁有效。經濟學入邊，你成日都要問一句，佢之後呢，你會喺報紙度見到話，如果日本人開始買我哋嘅國債會點？又或者如果佢哋拋售美元會點？佢哋根本拋唔到美元，根本嘅方法可以拋售美元，你最多都係拋售美元資產。因為如果日本人想賣我哋嘅國債，如果佢哋賣俾我哋，你知啦，佢哋嘅花旗銀行會睇到定期存款或者活期存款，佢哋依然持有美元資產。如果佢哋賣俾法國人，佢哋可能會睇到咁法國資產，但而家就變咗法國人持有。我意思係，唯一可以減少外國嘅美國投資嘅方法呢，就係要調轉咁做，即係話佢哋向我哋買嘅多過我哋向我哋買嘢。即係話，當我哋喺日本買電視機，如果我哋買咗佢哋電視機多過佢哋向我哋買等值嘅消費品，佢個交換平衡翻嘅方法就係我哋要俾佢哋一啲投資類型嘅資產，無論係現金定係美國國債，我哋嘅股票、我哋嘅電影公司、我哋嘅地產或者其他唔同嘅，而唯一可以扭轉呢個情況呢，就係當我哋開始有貿易順差，而家我哋距離呢個目標呢仲好遠。所以邏輯上嚟講，如果你個經典經濟學，你會相信我哋嘅貨幣近年應該會變得更弱。而家呢都應該係偏弱嘅狀態，但係其實仲有其他嘅因素影響。呢個都係經濟學其中一個問題，就係永遠唔只得一個變數，通常有幾百個變數，而且佢哋嘅影響力都唔同。佢唔同時間又會有唔同影響，即係話佢唔似物理公式咁簡單。即係我意思係，如果你講到去海森堡原理嗰啲，可能會有啲似啦。但係其實個公式呢，每年都係用翻差唔多嗰啲變數，不過每個變數嘅相對重要性同埋佢哋之間點樣互相影響，永遠都唔會一模一樣。呢個就係我哋發現到，日本人發現到，大家都發現到佢哋。而外幣或者我哋美元兌換率嘅價值，依家都同你根據歷史預期嘅情況唔一樣。但正如有人講過，如果歷史真係完美嘅指引， Forbes 400榜上全部都會係圖書館員，佢哋只要去書入邊揾資料，就永遠都知晒所有答案。但係馬克吐溫話過，歷史唔會完全重複，但會押韻，即係話往事會重演，但形式唔同。過多幾年，我哋就明點解美元嘅表現。總體睇呢對美國有好處，若果美元冇咁強勢，會更有利。係啊，巴菲特先生，唔該你答我問題。巴菲特先生，多謝你答我問題。我嘅問題係關於中小企，我屋企嘅貨運行業已經做咗大約50年。你頭先講到航空業，講到咁多合併同埋收購，仲有好多細公司咧被踢出市場。咁你覺得對於好似喺呢個房入邊嘅人，對於佢學生想創業，可能佢哋想入行做嘢比較商品化嘅生意，但而家嘅大公司越做越大，效率又越嚟越高，咁細公司點樣可以同佢哋競爭呢？係啊，其實佢好多範疇細生意都有優勢，不過有啲生意規模就真係好有優勢。你唔會想做一間細間嘅碳鋼生產商，但另一方面，當迷你鋼廠出現，學識點樣用廢鐵去生產鋼，比起舊有方法更加有效率，佢哋反而有優勢。
所以咧規模喺某啲生意入邊咧真係個好大嘅優勢，即係最大嗰啲航空公司就未贏到嘅，西南航空就贏咗。佢哋一開始只係得幾架飛機喺休士頓同達拉斯之間飛過飛去，而家佢哋變大嘅，但佢哋嘅野心都唔係要做最大嗰間，同埋你知啦，佢哋買燃油應該同聯合航空一樣平，甚至佢哋仲細間嗰陣都買得個平。喺沃爾瑪就係一個經典例子，即係邊個會攞到25-30年前會變成嘅呢？當時西斯喺芝加哥有棟超過100層高嘅大廈，融資成本遠遠低過山姆沃爾頓，即係山姆沃爾頓嘅信貸，根本嘅西爾斯咁好，每個供應商都想同西爾斯做生意。起初冇人聽講過山姆，每個新商場開發商首選西爾斯百貨，而山姆則處於劣勢。但係佢從亞肯色州本頓維爾開始，逐漸將對手逐一擊敗，直接殺死佢哋。購買方面嘅劣勢、借貸方面嘅劣勢、房地產方面嘅劣勢、優勢，山姆沃爾頓及其激勵人心嘅能力，最終有幾十萬人都好有熱誠嘅返工，長期都做緊啱嘅事。所以我對細生意一樣咁樂觀。當然有冇範疇規模真係好重要，但我睇唔到有咩劣勢。我哋係有心咁做嘅。喺 Berkshire， 我哋有112000個員工。順帶一提，喺佐治亞州嘅員工仲多過美國其他任何一個州。我哋請咗好多喺多騰附近呢，佢真係有唔少人呢喺街區做嘅。我哋有心咁帶住我哋112000個員工，我都唔知有幾多個業務單位，但係肯定好多。我哋總部得13.8個人。我唔係嗰個0.8，被誤解讓我好唔快。雖然我傻，但我哋總部有一位女士一周上4天班，總共11.2萬人，市值呢1050億美元。但係呢，我哋有意將單位呢規模呢就控制喺較細水平。我哋認為，我哋希望呢佢哋擁有敏捷性呢，尤其是呢對客戶嘅快速響應嘅能力，咁將使佢哋能夠扭轉乾坤。而呢種能力呢，從根本上嚟講，將遠彌補規模上嘅不足，或許購買力會稍為增強一啲，或者會出現其他啲變化。我哋喺猶他州擁有一家家居用品公司，有一位名叫比爾查爾德嘅人經營，佢哋大約1期前嘅財富雜誌入邊有報導過，封面故事係上帝與商業。比爾就係嗰篇文章嘅第一個例子。比爾喺岳父手上接手嗰間生意，當時一年只做25萬美金生意。而家咧，佢哋猶他州同類型生意入邊咧，已經冇咗超過一半市場份額，差唔多有4億美金生意。佢靠諗住點樣為客戶着想嘅建立呢盤生意。事實上，佢當時要同 Sears 競爭啦，仲有 Levitt 事前一間好大嘅家私零售商，佢基本上係同所有人競爭。但係由朝早起身開始，佢淨係攞住點樣照顧好自己嘅客戶。咁就贏嘅。我哋嘅奧馬哈都有一盤生意，可能有啲人聽過，係全世界最大嘅家居用品店。喺奧馬哈嗰度人口得65萬人左右，間鋪佔地有72英畝咁大，單一個地點就做到3億2500萬美金生意，平均每個人無論男女老幼都係500蚊。但其實佢吸引咗客人唔止本地人。呢盤生意之所以有今日，或者話會有咁嘅成績，係因為1937年一位1921年由俄羅斯行出嚟嘅女士投資嘅500蚊開始咗。佢行出嚟搭咗艘花生船，最後帶住個牌飛到西雅圖。佢一句英文都唔識講。美國紅十字會見到佢個牌，牌上寫住愛荷華州福特道奇，就送咗嚟去。佢學極都學唔識英文，佢喺嗰度住咗2年，佢覺得好似啞巴咁，所以佢喺 Umo 嗰度有俄羅斯猶太人可以同佢傾偈。細女 Frances 開始返學，每日放學返屋企就會教媽咪學到嘅英文單字，就係佢呢位女士 Rose Blumpkin， 就係由佢個女由幼稚園開始一路教咗英文單字咁樣學識英文。佢一個一個嘅從俄羅斯帶咗7個兄弟姊妹過嚟，每次儲夠50蚊就帶一個過嚟，佢賣二手衫同埋做其他生意。佢帶咗7個兄弟姊妹過嚟，仲有啲阿爸阿媽。去到1937年，
即係佢哋喺美國16年之後，佢儲到500蚊，佢搭火車去咗芝加哥，去咗美國家私市場，嗰度係一個好大好壯觀嘅地方。佢聰明到爆，但係有冇諗法都幾農村人嘅。佢見到呢棟大廈呢，就決定用嚟做自己公司個名，就叫做 Nebraska 家私市場。佢入咗去用500蚊買啲貨，實際上買咗大約2000蚊嘅貨品，一路呢將喺貨運返奧馬哈。佢好擔心呢，因為佢覺得自己欠咗1500蚊，但其實淨係得500蚊本錢，所以睇返到奧馬哈就將自己屋企張床、梳化、雪櫃都搬出嚟賣，為佢快啲賣到可以睇到錢，準時還錢。咁就係咁樣開始將呢盤生意一步一步做大。啲人肯賣貨俾佢，佢4次上法庭，因為地氈生產商唔想佢以折扣價賣貨，想阻止佢，佢就去法庭同法官講，因為佢攞到唔同方法，揾其他人幫佢買貨，用咗唔太正規嘅手法買到嘅貨返嚟。佢話：你睇下，我買呢啲地氈都要3蚊一碼 ，Brandeis 賣6個900蚊。佢話：我賣3個900蚊。我問法官要搶幾多錢先啱？報紙都有報。隔日咧，法官去佢買地氈，即係真係好精彩。Brandeis 而家都唔再賣㗎啦。佢哋以前咧係好大間百貨公司，依家嚟嘅，佢將所有對手都打殘晒。最精彩嘅係，佢做到103歲都仲做緊嘢。喺89歲嗰陣賣咗間生意俾我，連審計都冇做過。有一日下晝，我去揾佢，我帶咗張支票去，因為我知佢想做嘅嘢。我話 B 太，呢度係錢，我話唔使審計，你只需講有啲欠人錢。佢話自37年還清後就再嚟欠過錢，清清楚楚咁負債。佢從來都未見過資產負債表，佢唔識會計嘅術語係咩意思，但係佢好明白生意嘅本質。我同佢講，我話我寧願信你一句說話，都好過攞晒當時所有 Big 6或者 Big 8頂級審計公司嘅審計報告。佢做到103歲先退休，佢104歲過身。咁喪禮有3個兄弟姊妹嘅送嘅，基因好勁。咁我個仔仲喺度做嘅，佢而家80幾歲，3個姊妹都仲健在。但係最搞笑嘅係，佢其實唔識撳字同寫字。呢位女士真係唔識啲字寫字。如果你同佢講呢間房有68尺乘43尺，咁即刻就可以計到有幾多平方碼。佢一世人都未試過返學。你問佢590碼有幾多，佢即刻答到你。佢會幫你加埋稅。如果佢覺得你順眼，仲會幫你減咗價，就係咁簡單。呢個就係你睇得贏過呢啲嘅，你都冇得複製呢啲嘢。佢通用汽車都做唔到。你哋可能將呢啲嘅制度化，帶住佢嘅憧憬去做生意，每日都堅持落去，成日睇住自己嘅客人，佢就係咁樣做。佢仲一邊湊大4個小朋友，但係都冇失手過。如果你係創業家，其實你都唔使擔心，大部分行業都得。雖然有啲行業因為規模問題未必做到，但係大多數行業呢，你都可以贏人一大截嘅。Offshore 就係咁樣搞起 Shaw 公司。30年前嘅人聽過 Shaw 呢個地氈品牌，而家佢已經冇咗全國4成嘅地氈生意。咁所以其實外面有好多好機會，同埋我對運輸業唔係太熟，不過都祝你好運。如果你公司細，睇好多行業都唔會輸蝕，甚至仲有優勢。多謝你。